青啊，伊专工要来甲咱找麻烦的。迄皇帝当着伊，都头壳听过，这个人袂了，你也是暂时落去。无论是天大的代志，也是小等下才讲。好，是。洪嫂，哇，洪嫂啊，当你是咧生气啥话啦？师傅，你实在太毋捌代志。我奉上年轻贪玩，太后命你进宫办托，是叫你陪皇上读书写字。你不但偷带皇上，偷出后宫四处去游玩，又搁想一寡新的花样，使皇上毋肯读书。你安尼做，敢袂想对不起太后？无啦，洪嫂，当我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。你还阁毋承认啊？偏殿迄班戏班是啥物人去叫来？出于良心嘛，是个口王，白血祖上，你是做的庐山。我向太后来去禀告，迄个40的金棍，你是必难夺。这个好兄嫂，40个金棍哦，我挡袂掉，若拍到20，就分撇消。今后有吩咐，必遵照，只求皇嫂。你着爱劝皇上哦，hình用功是若再贪玩，着爱你行动是。不依，好，要那呢，我就来去请太后做主。不，哎呦，好啦，洪嫂啊，身体吼，则尽量想办法，叫迄班戏班出宫去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好，以后若搁有我看到皇上，为着看伊伫皇妃宫去，我就为你侍奉。王爷，来啦！你哪还搁伫遮啦？我话还袂甲你交代了，我免讲嘛，就也袂使离开啊。对，我煞袂记。伊即马吼已经去啊！你若有话吼，做一摆讲会无要紧。你敢是讲阮皇正吼，叫人要来找我，敢毋是？是啥物代志啊？我也知，我著看伊拎一箱足大箱的来啊。厝宝，哇，我热到遮忝，是讲阮皇正吼，哪会想到要派你送厝宝来送我？是毋是有代志需要我效劳啊？王爷想要请皇上驾行江南，王爷，你若会当玉成此事，王爷伊会感激不尽。无是讲，我问你咧，阮皇上是安那无代无志想到要请皇上去江南啊？
王爷你大力帮忙。无，我问你咧，这定有问题啦！伊想要请皇上去江南，到底是存啥物心啊？伊是毋是有企图？来，你要好好甲我讲个清楚哦。若是无只，王爷，你千万唔通误会，王爷伊只是敢若想要请皇上到江南，顺便来去江西一游，也有机会通好互王爷表示伊的忠心，并无其他的意思。敢安呢？王爷，你嘛知影，朝中有偌济人，甲王爷拢总伫咧不和，时常有人伫皇上的面头前参案，你叫王爷哪袂担心呢？既然你若敢安尼讲吼，我就答应甲你斗3工。我一定会想办法，互皇上去江南，顺续去江西一转。多谢王爷。办公。李成，李某是来甲你讲，伊王爷叔叔吼已经劝皇上要来江南一游。这离回江城就无一天的路，皇上若一出京，我就会知影，免你多管了。是无？无介意人来提叫了，若是无代志，这是离开。有啊！我呢？你去打听就管姑娘的消息有无？探听到啊，阮姑娘甲下朝里奉灵王之命，上京城要来保护义命。今嘛，就打算要踮在迄个骑马河边的一间掠伊的因兜。
我实在愈想愈唔甘心。好啊啦，你莫得唔甘心啊啦。其实像崔艳云这款的翁婿，你就是点丁仔火嘛找无第二个呢。讲实在，我真欣赏你哦。真袂晓见笑。你哪安尼啦？当然是敢若亲像姊妹仔共款，这也无外人啊。讲一寡心肝内秘密，哪有啥物要紧？调理，我承认崔艳云的人品袂歹，也毋过，我认为伊是是非不明的人，伊无应该投靠联王。我若是嫁伊，嘛袂幸福啊。你是咧讲啥啦？我是伫咧担心，有一天联王若是失败的时阵，伊是啥物人？等下，老大，竟然敢主动本将军，你是啥物人？奇怪，伊是啥物人？这里的面貌，咱甲洪小姐的真同款。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？皇上啊，也无皇上啊，也看咧念你有咧甲我听无？有啊，也若有继续，你念一篇我听看卖。比如，组合起来，我念嘛。要甲我背啊？合起来就合起来。比如掉落，去日苦多，空洞已空，秋思难忘。何以解愁，唯有杜康？安尼对无？对，皇上啊，安尼这篇文吼，你确实背了真熟。皇上啊，老臣也阁有代志，想要告提一下。你应该也是爱休息啊。玉王啊，要你着好好啊陪皇上读书，有听无？嘿，两位，你放心，做你去我紧。老臣告提。皇上啊，新帝吼已经将迄班戏班设法互伊出宫啊呢。大胆，无得的因准，你安怎安尼做呢？哎呀，皇上啊，莫受气啦！啊，你这个戏若听久吼，我惊你会仙呢。说定吼，我阁有换新的，阁有新的物件要来孝敬你。有啥物新的？有啦，我摕。就是这啦。江南美人严肃，西施苏小小，杜秋娘。哎呀，你有遮好处，哪会到这份才摕来的？哎呀，迄一步仔一步豆仔来，即马摕毋是共款。启奏皇上，启奏皇上，启奏皇上，有啥物代志咧？太后请皇上立刻前往明德宫，有事要商量。皇儿呀，现在开选大将军就用已经会见了，你应该就爱亲自率领文武百官出城去迎接。心里遵旨。就用年纪轻轻率领统军，用兵如神啊，堪称是重量之神。
虽然先帝并起得早，好得文有社卿、老卿负责，武有李东阳、周勇，因这般安邦定国的勇将，也算是不幸中大幸。太好啊！神顶受先帝护恩，理当鞠躬尽瘁，报效小子。此乃是这份当然啊！也若是讲周勇虽是年轻，但是功劳何大，尚望我子重用。这是当然啦。武后，新年入客，命人公路师准备酒宴，来甲周勇庆功啊！周将军啊，你会当扫灭这个叛贼，而且阁收复34000名的降兵，从此天下太平，万民同乐，这全是你的功劳。来，本王敬你一杯。多谢王爷，周勇本是武将，你又为国杀敌，怎当得起王爷如此豪财？哎呀，你是一个大功臣，你的功劳这大，哪就阁客气咧？来嘛！凤姊啊，王爷的美意，也得赶紧敬礼。只有恭敬不如敬礼。来，干杯，请。袂是。周将军，这3杯御酒是皇上要xử理的。啊，这皇上心生当袂起。周卿何必客气呢？先就饮一杯。皇上金口玉言，先就敬领3杯。周卿啊，你为国失和，数年未还两啊，定就使你2月高期还两探亲啊。多谢皇上，臣即日就启令回转江南探庙。江南？江南美林严肃，
上用功读书，原来伊读的都是这种书啊！臣妾拜见皇上。哎，免礼。谢皇上。皇上，你是伫咧找啥物啊？我伫咧找一本书。哦，是毋是这本？是。皇上，你明知看书老眼昏花，你竟然踮咧艺术房看这种书，你若有太后知影，太后是会偌伤心，你知无？除非是你小弟大做，若莫去领教咧，太后永远你嘛毋知影。皇上，永恒因为伊不懂啊，你何妨为伊可也碰？此话不是你多讲啊，只看一切有何妨？你读严书心不静，当心留下迄个不贤名。你未防寡人的风名啊，陷入书房你做不轻。咱的先帝在世时做的英明啊，如今传你坐你用定，你用功读书勤理政，政治修明啊。咱应太平。好了好了，皇后啊，莫阁讲会用的话，一日到暗，较讲到即句话啊。皇上，臣妾是伫咧劝你。啊，好了，你劝我即句话，我吼听无较无1000遍啦，我已经听到足艰苦啊，你知无？你莫阁讲甲袂用的。哦，会用的啊。要若安尼，臣妾顾替。慢点，主我的。嘿，皇上，这本书臣妾暂时替你保管。哼，美人念书，你若唔好看，我就亲身到江南来去看一个美人。